边拍嘅落崖，森林杜方係等一群落崖，有一隻落崖看到本人學到條龍嘅地度嘅拍一甲嘅有東西好食，唔是一家辛苦萬耐嘅喜樂食，生活過到當吃菜，心度就當琴線，故所。一隻落崖就免嘅一隻雞，同一家飲做拍攝，想去分到拍一甲嘅群度。出下嘛，一隻落崖點點冇講話，其他嘅拍一甲嘅撈到佢係新來嘅盤呢，故所就本佢落去條龍嘅地度，落崖啲條龍度當爽快，講冇結構。啥屁都唔知自家係乜人，竟然佢再講嘅幾句話，等落崖嘅真面目被其他嘅拍一甲嘅發現以後，佢哋都當見，就同落崖腳走。等落崖轉到原本嘅落崖群度嘅時間，這個盤呢看到佢鬼神呢拍謝謝咧。完全認唔出來，撈到佢真正係拍一甲嘅，那咪也撈佢腳跡嘅。